立法院第一摆是要来审查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这版本的拢总是有18个，这当中争议上介侪的就是少目生囝这个议题。有真侪民间团体呢是呼吁这代理孕母应该大家修法分开来处理，惊这女性身躯的价值甲安全会伫正当协商当中去互人牺牲去。人工生殖法修法应与代孕中沟，并应逐条实质审查。一个民间团体针对摆市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要排审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召开记者会。民团即期立法院向甲人工生殖法排入逐条审查，其中嘛包括代理孕母的部分，烦恼女性的身躯价值和人身安全，会伫咧正当协商当中去互人牺牲。代理孕母制度不应该被这么强势的、突然的排进议程里面去进行仓促的审查。代理孕母的生殖技术，它会涉及很多的问题，经济阶级的剥削，或者是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等等，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社会伦理的问题。民团主张代理孕母应该甲人工生殖法分开处理，互法案先完成修正，保障有人工生殖需要的单身女性和女同志的权益。而且对照各党草案版本内底代理孕母内容，多数敢若用10条左右的条文来规范，进而回应代理孕母所牵涉的复杂人权议题。全部的条文最多就是10个条文，那这10个条文里面，主要的都是透过契约的形式去约定代理孕母的权益。那我想，契约如果可行的话，这台湾不会有剥削了。卫福部长赵宗良是回应讲，目前行政院的版本主要是放任人工生殖的适用对象，让单身女性会当使用人工生殖的技术，嘛配合同婚合法了后的实际需求。若代理孕母的部分，因为也是有争议，所以这摆行政院提出的版本无加入代理孕母相关的条文。记者李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